细细的盆内度总会当到当外上嘅事业呗。看到佢哋按實忙嘅成長，有鼓勵到冇？看到美好嘅生命，做得釀造出人嘅生命。言語發通就係用生命照顧生命嘅互通方式。還記得7月頭一擺大本嘅快樂係乜嘅冇？一到對7月就像初戀洶湧嘅記憶，以滿意嘅實況，一切都像很緊啲嘅戀愛當中。唔滿意，28歲嘅細拉爺，千好言意。佢係一位多牛7月嘅專家，好同人分享。佢同經驗寫咗書，已經成為出嚟2本書嘅作家嘅哦。歡迎來到我嘅講講綠世界。這句會我嘅法眼，小雨的植物世界。我的花園裡面種最多的植物就是多肉植物。那我種植物的區塊的話，有這邊，還有家的周遭都有種多肉植物。那種類的話大概有300多種，面積的話大概有80坪左右。這些矮青蒿的多肉植物之一，它是特葉玉蝶，因為它的葉子有一種反過來的感覺，很特殊，跟其他的多肉植物都不太一樣。然後它的顏色啊是比較呈現那種白色灰灰的感覺，顏色也是我特別喜歡的。再來就是它的生命力特別強健，原本是一顆，它就可以慢慢的長成這樣一整群，然後它群生也很美，單看也很美。然後再來就是它雖然都是葉子組成的，但是它有一種讓人家看起來很像一朵菊花的那種感覺，非常的漂亮。所以這就是我覺得它很能夠代表多肉植物，尤其是石蓮類這個項目，所以這也是我最愛的一種品種。一種上到東城區東頂以下的多肉植物月兔兒，因為它的葉的有那種毛茸茸的感覺，它整株都有這種附毛的感覺，就像兔的葉公按鈕，所以大家就昵稱它為月兔兒。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種，像那種就會它的葉的黑色，然後它的顏色啊沒卡無，所以這一種的話，大家就會叫它叫黑兔兒。那另外一種像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品種。顏色就黃黃的，所以大家就會昵稱它叫黃金兔。雖然都是屬於月兔兒的系列的多肉植物，但是因為它的每一個品種的顏色啊不一樣，或者是它的葉型啊特色不太相同，所以這也是很多人都會特別喜歡兔兒這個系列。都有7月大地本人綠色嘅現象。不過啊，有當道嘅多牛7月係會停定季節來做變化，色也會無共用。還有啊，佢咪會開花哦。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像這樣子，它本身就長到東胸一縷髮那種，但是它本身雖然長得像花，它也會開出它自己的花朵。像這一種，這個就是石蓮類開出來的花。它的花就是量非常的多，雖然它非常不起眼，但是它的顏色其實也是變化蠻多、蠻豐富的。另外的話，可以介紹一下，像這種是摩羅科的植物，然後它的花就很像那種降落傘、東省期，很特殊的感覺。這一種它也是摩羅科，然後它的花就像這樣，很像那種異形啊，好像外星世界的那種感覺，就是它的花的組成跟我們一般的想象很不一樣。摩羅科大部分的植物在開花的時候，它會有一種乖咪頭，然後有些人是說它像那種腐肉的味道，它就是想要吸引昆蟲去幫它做授粉，蠻好玩的。然後像這一種的石蓮花的話，它原本可能都是強的色，但是它在開花的時候，它的花會轉成紅色啦，或者像橘色這樣子，它就會在栽種的上面，就是不是單純的只有綠色，就會有一點變化。
但是在多肉的植物的开花，就是很多人会说开花的时候它会消耗掉养分，很多人都会建议说啊，那不要让它开花。基卡是认为说啊，这是我们在种植物的时候欣赏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通常都会把花根留着，然后让它开出1-2朵花。在拍照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多肉本身的植株的样子，可能大家都拍起来大同小异。那如果有花的时候，你就可以凸显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在做多肉植物的组合的部分的时候，也会运用它的花，特别在花期的时候运用有开花的植物，然后把它加注在多肉组合里面，那就会比较有变化，你比较能够表现出你作品跟人家不同的特色。听到美意嘅分享，看到很多等颜色嘅植物，本来也想去田田同树做了。韩國我想到多肉植物接上會本人講係園藝初學者入門嘅時節會種嘅植物，無上照顧多肉植物真嘅係當簡單係。多肉植物普遍都比较好种，但是它们属性上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像这种，它就会田稀哈捏，还会胎，所以像这种的话，我们在田稀哈用送 S G。那就不会去做分株的动作，但是像这种丝链类的，它普遍都比较喜欢田稀两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做分株的动作。那像这个的话，它2颗已经长得非常的拥挤，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分开，然后让它有一个新的生长空间。然后我们就是从植物的缝隙，然后去把它剪开来。那剪的部分的话，就是它最基部的这个地方。那剪完下来的这个，那这个就是可以在另外种植的部分。那因为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丝链类的话，它这个伤口会哈胎，那我们就需要让它凿退，就是我们把它自然的风干之后，我们再进行种植，因为它这个伤口比较不会感染。那另外它原本被剪下来的地方的话，等到它伤口愈合之后，就会长出它的新的小芽。那新的小芽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做繁殖。那另外像这种枝叶啊，它比较细致的，如果要做繁殖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剪下来之后，因为它的伤口哈塞，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会感染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帮它做扦插的动作。那在这个照顾多肉植物的部分的话，这就蛮重要的，因为它在整个生长季节的时候，它其实长的速度蛮快，短短的2-3个月之内，它可能就会长到很大颗，然后它就会过度的老化。那我们就需要帮它在它新的生长季节的时候去做一个根性的动作，所以我们会做扦插，让它长出新的一盆。那这也是在种植多肉的时候蛮有乐趣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可以自己繁殖植物，然后让它越种越多。然后像这样，你可以选择单种一株，或者是把剪下来的都放在这里面，然后让它重新长。那像这样子种完之后就不需要浇水了。那等到它大概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它就会长出新的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浇水就可以了。像这一种也是比较细致的多肉。美意講到當詳細，佢對園藝嘅專業本來當佩服，佢係真正當喜歡、當照顧每一頭植物，本來感覺到一個花園地度嘅植物，色彩係很幸福啦。这个花园的话，对于我来讲，它是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它没有办法跟我的生活切割开来。就我烘虫啊，然后可能我吃个早餐之后，我出来就是在我的花园这样子看看我自己种的花，然后看看它们有什么变化。而且种植植物的时候，或是在整理发炎的时间，你就不会去想到那些某繁叶的事情，因为你很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的脑袋装不下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植物，然后照顾植物真的很疗愈的部分。花係非常多嘅時間照顧花花草草，時間長到本順風嘅人知道無法度想象。不過美意是非常享受啲花園度嘅樂趣，佢一時都感受唔到時間緊啲嘅行。
像种这么多植物的话，别人会觉得说啊，你会不会有负担啊？会不会觉得累？我自己好像没有觉得累过，但是有时候会想说啊，我最近比较少去照顾他们，或是跟他们接触，心里会有点愧疚啦。会觉得说，当初就决定要种这些植物的话，是不是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在他们上面，把他们照顾好？大家可能把自己的假日啊，出去旅游啊，或是做一些娱乐的。那这个就是我休闲的一部分，就是我会把自己的时间留在自己的花园，可能工作就是整天的时间这样子。后上嘅小拉爷因为动好花花草草，本野性嘅带点温和嘅稳定感，才會向上生長嘅生命力，未影響到滿意嘅人生觀。要几年前就有一拜逢财厅，这个墙，然后它是以前老房子的那种土墙，然后就是整个都崩塌下来，植物就是全部都被压在土墙下面。那个时候才刚开始接触园艺，所以那个对我的冲击是蛮大的，因为自己喜欢的植物那一个瞬间就是都没有，其实自己是蛮沮丧，然后也蛮灰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很不想面对这一切，所以就有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有超过1个月的时间以上，然后我都没有再接触自己的花园。后来心情慢慢去调试，觉得还是要面对，然后开始做整理的工作。以前自己得失心很重，像这种植物，以前自己对这种，虽然它是月兔耳，它是很普遍常见的一种品种，但是要种到像这样子这么按胎条，那按肉就是比较少看到。以前我就会舍不得要割舍这些植物，但后来自己心情慢慢转变之后，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种的植物真的太多了，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这么专注在上面。那如果有别人能够去欣赏它，然后进而爱上多肉植物，我觉得这也很好。所以在种植物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自己心情不同，然后我觉得植物带给我自己正向能量是真的还蛮多的。未来对于法眼的规划，就会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大家都喜欢植物的人可以聚集在这边交流啊，做分享的一个场所。因为我去给它懂好这些植物，但是我能知道还有我能够接触到的种类相对有限，因为植物它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个空间能够吸引一些喜欢植物的人来跟我分享，让我能够见识到或是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植物种类。好嘅東西愛同大家分享。嗰一部嘅滿意嘅私人花園才開放嘅，本人非常嘅期待。看睇滿意嘅多肉花園，我未上愛開始種多肉植物咧，一下就對種一盆盆栽開始啦。冇聽錯啊，有人嘅小盆栽咪會變做小花園咯。下趟節目會帶定大家行一點嘗試園藝療癒課。按用嘅啲千無限嘅嘗試當中，潛到綠地同大自然互動咯。了一下，聽聽進來哦。一般人對崇正紀念堂嘅印象係來一片走馬嘅呢，係到兩堂院去看表演，還係來一片觀光旅行翕相留念，也係單純來了來散步呢。相信有當多人唔知，啲崇正紀念堂嘅人氣地度其實有一個城市苗圃，一細細嘅苗圃就喺鬧熱嘅市中心，點清嘅進行綠色招呼。唔會同我同樣好期望，崇正紀念堂讓會設置一個安樣嘅人體呢？
中正纪念堂他们的推广教育组在几年前就是申请了公部门环境教育场域的认证，所以要开始使用这个园区做一些绿色疗愈相关的课程，所以就连接到我们园艺治疗这一块。我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我忘记了。路边都看到啊，视而不见。我现在可以吃，可以当野菜，很常见，对不对？对，这刚路边一路都有。对，黄安菜。作当白叶慢慢嘅绿色，堂公根本有上嘅係野草課，感覺亦係一堂當神奇嘅課。到底欣賞乜樣嘅設計認識野草嘅課程呢？我们在做园艺治疗，其实很重要是植物的生命力要很强，才可以把植物的疗愈力带出来。杂草缺乏人类的照顾之下还活得这么好，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杂草后，发现其实就是所有的植物它会出现，不是没有理由，或者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用的。车前草的话，为什么叫车前草？你看它常常就长在车轮前面，然后被碾过去，还活着这样子。要记得它，因为它真的是很经典的杂草，但是它又可以做药用。從安陽嘅園藝課係講對園藝有興趣，也係喺工作生活當中感受到緊張壓力，都做得來一片變輕鬆，學習植物嘅相關知識。也係單純來親近植物、感受自然，都係一堂園療課嘅目的咯。金芳草。我对植物喜欢是，我觉得它的叶形都不同，我很迷恋那个叶子不一样，开的花也不同，所以那种对我来讲，就心情就是一种平抚疗愈，然后压力可以释放掉。还有，我觉得它的那个生命力是让我最疗愈的一块。大花咸丰草啊，其实是很后期才引进台湾的，现在路边到处都是。但是它最早被引进台湾是为了什么？对，它是蜜源植物，它是蜜源植物，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就是我们这个季节现在花比较少，然后蜜蜂比较找不到食物的时候，大花咸丰草就可以拿来做蜜源植物，但是现在就是泛滥成灾。看大家都當認真，愛認識欣賞小嘅嘅植物，冇想到一條看起來唔大眼，生到都當上槍嘅草。經過欣賞小嘅過後，開始發現幾條其實當冇共用。完成幅度嘅課程，一下就會實體行到苗圃來做事了。未做得出次大家要認真上課麼？要正經認識草為麼？对，来这里一大堆，这个是什么？刚刚说很多的黄安菜，黄安菜。他们每次上课都这么兴奋吗？对啊，差不多啊。对，是啊，很开心的。对，我们一定要说对，也不用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啊。来，这个一定要认识，因为这个很多哈。黄安菜，如果你真的缺菜的话，还是可以吃一点。其实真的杂草就是很常见到，但永远都不认识它。今天认识了这些杂草，觉得很有趣，然后其实是跟你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对，所以杂草突然变得不杂，对，然后之前就觉得杂草就是赶快除掉，免得越长越多。对，那今天因为认识，然后再加上一些引导的过程，你再去做这样子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不太一样。有找到叶下竹哦，黄钱草啊，你们如果有带根的啊，可以回去种。其实它种起来很可爱，有没有人要种？很漂亮啊！超尖的哦，它一下子很会繁殖。它会怎么办？它养的太多怎么办？你要给它一个盆子，不要让它长到别的地方就好。看，其实植物我们有时候根本都不需要去讲什么，因为它长得好哦，就是一个生命它健康，另外一个生命也会被影响，这是我们在做园艺治疗一个很重要的亲生命性的假说。对，所以像同学想要借由植物获得一些疗愈力，我一定会先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去选择我们想要照顾的植物，因为我们把植物照顾好，那个植物也会来照顾我们。
对。哦，那大家先在这里。上台根本日嘅野草颜料课，对颜料嘅可能性有很卡多嘅认识嘞么？根本日开始，行的路上看到路顺嘅野草，吃点병慢腳鋪，咪做得停下來詳細看佢，因為佢有可能就啲嘅提醒係應該병鬆一下嘅時節了。接下來嘅單元講花藝，本無共用嘅花藝創意同人嘅成法裝扮到多彩多姿，接下來同腦筋咪來同數啦。講到葉，一般人想到嘅就會做藥嘅，也係拿來食。絕對冇想過葉咪做得變做花藝嘅創作材料。一下就來看下小美先生根本日又會變成乜嘅新嘅花樣。昌小美佢唔但唱係台灣嘅花藝舞王，還全國比賽嘅下擺，本外國人看到也係優秀表現。大家好，我係昌小美。大家看到倆係乜嘅？倆叫做葉。葉買用艾草來做一隻設計呢，可能樣板扁哈，今年用嚟吹料肉、線草、洗澡的油的皮、菊花、薄荷。今天我們就用這些材料來做設計。首先，我先拿仙草，把它做纏繞，把它做成一個環。那厚薄度我們可以自己一直加哈。那如果我們今天做的環不大，我們就是一點一點剪來繞。線草它的韌性也很夠，所以它編成的話，你看它有青草的香味哈。那當你弄好的時候，你可以摻插進去。有的藤我們還可以加進去。因為這個藤是軟的，我們就用仙草把它編成這樣的一個圓。接下來呢，我把這個柚子皮，我們就把它剪成這樣子一個方塊，它本身有一個香味，它跟那個仙草的顏色也很搭，然後柚子皮也很好取得。首先，我們就拿我們的熱熔膠槍粘一下，就把它做不規則的粘法，但是都是把它粘成一個圓。艾草，然後去霉運，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夢想。把不好的帶走了之後，我們就會有新的希望、新的理想目標，然後我們就會帶來好運。接下來這個菊花花朵，吃的很清涼降火氣。客家人很節儉嘛哈，我都把它用可以吃的，也可以喝的，那我們也可以做裝飾。那我們在吃的時候又可以欣賞客家人勤儉的精神，都可以在這個作品展現出來。好，這就是我今天用艾草完成的一個作品。這只是我作品的一半，所以我會加上一個薄荷。薄荷的花語叫做希望。薄荷加上葉，係按照希望到夢想。用一撮花言，也係一盤出仔，同時歸창립生活當中，병慢腳鋪沉天心靈，透過人同植物之間的互動，修剪枝葉、綁藤野草，看起來簡單的動作，享受照顧植物的樂趣，唔會發現生活簡單就當美好誒。